不過我哋首先會去到匈牙利布達佩斯試下著名嘅溫泉。去到布達佩斯，當然要探索泡溫泉嘅傳統。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由多瑙河沿岸3個城市合併而成，古布達、布達同埋佩斯。受多種文化影響，今日嘅布達佩斯就好似歐洲土地一盞指路明燈。喺19世紀中至到19世紀末，布達佩斯徹底蛻變。由嗰陣時開始，市內就出現後市民式嘅寬闊大道，而當地人泡溫泉嘅傳統亦越嚟越廣受歡迎。布達佩斯居民對泡溫泉嘅熱愛，同溫泉裏邊宏偉嘅建築好有影響。亞當勞辛高係呢度嘅常客，亦都係溫泉專家，對布達佩斯嘅溫泉非常熟悉。我想同大家講下呢度嘅溫泉同佢哋嘅歷史。早期嘅居民凱爾特人已經知道呢度有溫泉，佢哋叫呢一區做阿英，意思係大量嘅水。其後俾羅馬人佔領，呢度先叫 Aquitaine。浴場文化係羅馬人喺潘諾尼亞平原發展出嚟，當時仲建造咗大量嘅溫泉浴場。喺中世紀，天主教教會嚴禁人民使用，到後來土耳其人入侵，泡溫泉嘅文化先至重新興起。塞切尼溫泉浴場建於1930年，係當時全歐洲最大嘅溫泉浴場。大家可以睇到浴場而家仲好受歡迎，每日有大批布達佩斯嘅市民前嚟，唔止受當地人歡迎，就連外國遊客亦都唔例外。呢度係遊客嘅必到之地。匈牙利有極多溫泉，泡溫泉嘅傳統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。匈牙利人認為去溫泉浴場係生活嘅一部分。呢度大部分嘅地方用作醫療用途，有10種不同嘅水療法。呢度係浴場嘅外圍部分，有專俾男士捉棋而設嘅水池，亦都有本人最喜歡嘅游泳池，或者有專為休息沖身而設嘅水池。另外仲有其他款式嘅，例如係漩渦池啊，渦流亦都滿足到唔同人嘅需要，應有盡有。